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仔阿优，又搁来到讲俗语的单元啊。今日同款有4句俗语要来甲大家分享哦。这摆的主题是甲爱情、婚姻有关系的哦。头一句是一个某较好三个天公祖。这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啦。古早人认为啊，厝内若是有贤妻斗换家，做伙拍拼，互相支持，比有足济神明来保庇，搁较有福气。伫咱即马较开放自由的时代小意爱嘛无一定爱结婚，重点是珍惜你爱的人，就会真幸福啊！例句。我今日传足济物件要去拜拜，希望会当保庇阮规家伙仔平平安安。我甲阮翁的工课拢会当顺顺利利。恁翁实在足有福气的，你安尼对伊遮好，事事项项拢想着伊。人讲一个某较好三个天公祖，有你的支持一定无问题啦。第二句是水歹无比止，爱着较惨死。这句俗语会当看出较早台湾人讲话豪爽直接的性格，意思是水甲歹无啥物绝对的标准，爱情是无道理的啦，毋是讲看条件就讲会通的。若是爱着小意爱两人是爱甲要死，外口的人看着可能会感觉惨甲要死。这句话定用来考劝做人父母的，莫对囡仔的恋爱有伤济意见，爱尊重伊的选择，尊重逐个人成长的过程，嘛放过家己啦。例句，我昨甲阮小妹食饭，头一摆看到因男朋友，迄头毛竟然比我会较长呢。我就咧想讲毋知伊敢有逐工咧洗头，头毛毋知敢会拍干查甫囡仔留长头鬃，安尼敢有好看咧？你是食饱收营哦，人也毋是咧甲你交往啦，还是管人遐济要创哈？水歹无比止，爱着较惨死啊！恁什么年代搁咧管人头毛洗啥型？你嘛拜托诶，恁没有介意就好啊！拜托你莫搁咧爱啰嗦兼家暴啦。第三句是。有缘做牵手，无缘做朋友。这句话咧讲爱情是无法度赌强的啦。若是有缘行斗阵，会使做翁仔某，互相陪伴；若是无缘做伙做朋友嘛，真好。人甲人的关系顺其自然，毋免强求，较袂忧愁。例句，你看这两领衫，阿美会介意倒会领？斗紧一下啊，阿美哦。伊顶摆就叫你莫搁送伊物件，你搁要买啥互伊？虽然伊正经是无介意我，毋过凡事我较拍拼咧，对伊较好咧，伊就会接受啊。有缘做牵手，无缘做朋友啊。感情的代志毋是拍拼就有效呢。你莫搁安尼一直讲赌强啦。第四句是买田爱经好田地，娶某爱经好娘礼。这句话是较早迄款父权社会的观念啦，我是感觉即马讲起来介拗。伊的意思是咱若是要去买田地啊，爱经土质好的地，娶某的时观察新娘的妈妈，就会当知影因兜的家教。娘礼就是妈妈的意思。我咧想古早人会安尼讲，是因为以早的时代毋是自由恋爱。要嫁娶的时阵可能甲对方的家庭有影足无熟的。毋过即马时代无共啊，无论是查甫查某，要结婚正经了解对方的家庭状况，本底就是足基本的代志啊啦。例句，我甲你讲我查到水水因兜的公司原来是咧做电子零件的呢。哈？你无代无志去查人兜的资料要创啥？买田爱经好田地，娶某爱经好娘礼。你要结婚正经，当然嘛爱知影人对方的家庭状况啊。我看你是爱先去互医生看啊，人就还袂答应讲要甲你交往的，你阁想甲结婚去啊？你是未受伤济哦。好。顶悬就是即摆要介绍的4句俗语，为遮的俗语，咱嘛会当发现以早的人甲现代人观念无共的所在，嘛表示咱人类的思想是一直咧进步的。你敢知影啥物甲感情有关系的俗语？欢迎留话甲我讲哦。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请持赞、分享兼抖内，是下骹的超级感谢，就会当甲我支持啊！安尼咱后集再会，拜拜。